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昨日拜三是妈祖生，到妈祖庙特别设七星平安桥，要互民众来消灾解厄保平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下韵母 A 加入声读 A 第四条。台语字典解说 A 就是危险灾祸，咱讲是灾厄。另外 A 嘛当讲是歹运灾难的意思，咱讲是厄运。若是讲希望会当解厄，咱就讲是希望会当来过厄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灾厄，意思就是灾难、祸患拄到危险的代志。第二个词读做消灾解厄，代表是消除灾祸、解掉灾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人生有寒就有热，有艰苦就有快活，咱拢希望好运来，歹事煞，观音佛祖来摆跋。就算讲拄到灾厄，嘛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消灾解厄，平安来过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厄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